求以下數列第15項的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ath Concept 嘅 Kyle Sir， 今日會同大家講一講2025年 Math Concept Edition 第33題嘅題目。咁呢一題喺比賽嘅時候只有 1.7% 嘅小朋友係答得啱嘅啫。咁我哋而家開始啦。求以下數列第15項的值。好，我哋見到第一個數列係 1.25 啦、2.4、3.5， 跟住我哋有一個分數，然後 5.625， 之後我哋都再有一個分數。我哋已經知道係一個佔大嘅數字。好啦，呢一題呢，我哋究竟會用小數定係分數去比較呢？既然我哋已經有4個小數，不如我哋試下將啲分數轉做小數咯。32除7嘅時候，我哋會獲得 4.5714 係一個除唔盡嘅小數。20除3得出嚟，仲要係一個循環小數 6.6666666。我哋更加可以肯定，我哋係一個越嚟越大嘅數字，1點幾、2點幾、3點幾、4點幾、5點幾、6點幾。咁我哋既然小數我哋係冇得做一個比較嘅，我哋試下用分數咯。咁我哋會用一個大分數去表示啦。咁我哋係1、2、3啦。好啦。1.25 轉做分數，我相信大家都知㗎啦。100分之25，約簡出嚟1/4啦。好，下一個 2.4， 2又4/10，約簡出嚟嘅時候，我哋會有2又2/5。3.5，我哋會係3又1/2。好啦，我哋望一望頭3個數列，我哋可以見到，咦，呢兩個數字一樣喎。我哋試下倍大佢先。變做上面係3，換言之下邊係6。倍大佢之後，我哋會見到上下各自各有一個規律嘅。上邊就係1、2、3，下方4、5、6。第四個部分，我哋會將32/7轉做一個大分數，所以係4又7/4。咁更加可以睇得到我哋嘅規律已經形成咗。咁我哋而家要揾嘅係第15項嘅值，所以我哋已經知道兩個數字啦。由4開始數落去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第15項嘅時候會係18啦。咁所以呢一題嘅答案就係15又6/5。如果想睇到更加多奧數比賽嘅題目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